每日讀經與主同行。約翰福音第11章。耶穌收到消息話：主啊，你所愛的人病了。耶穌冇立刻前去醫治噃，反而仍在當地住咗2日。為咩呢？約翰福音第11章。有一個患病的人，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瑪利亞和他姊姊馬大的村莊。這瑪利亞就是那用香膏抹主，又用頭髮擦他腳的。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。他姊妹2個就打發人去見耶穌，說：主啊，你所愛的人病了。耶穌聽見就說：這病不至於死，乃是為神的榮耀，叫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。耶穌素來愛馬大和他妹子並拉撒路，聽見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，然後對門徒說：我們再往猶太去吧。門徒說：拉比，猶太人近來要拿石頭打你，你還往那裏去嗎？耶穌回答說：白日不是有12小時嗎？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，因為看見這世上的光；若在黑夜走路，就必跌倒，因為他沒有光。耶穌說了這話，隨後對他們說：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門徒說：主啊，他若睡了，就必好了。耶穌這話是指着他死說的，他們卻以為是說照常睡了。耶穌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：拉撒路死了，我沒有在那裏就歡喜，這是為你們的緣故，好叫你們相信。如今我們可以往他那裏去吧。多馬又稱為底土馬，就對那同作門徒的說：我們也去和他同死吧。耶穌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墳墓裏已經4天了。伯大尼離耶路撒冷不遠，約有6里路。有好些猶太人來看馬大和瑪利亞，要為他們的兄弟安慰他們。馬大聽見耶穌來了，就出去迎接他。瑪利亞卻仍然坐在家裏。馬大對耶穌說：主啊，你若早在這裏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就是現在，我也知道你無論向神求什麼，神也必賜給你。耶穌說：你兄弟必然復活。馬大說：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，他必復活。耶穌對他說：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遠不死。你信這話嗎？馬大說：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兒子，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。馬大說了這話，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瑪利亞，說：夫子來了，叫你。瑪利亞聽見了，就急忙起來，到耶穌那裏去。那時耶穌還沒有進村子，仍在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那些同瑪利亞在家裏安慰他的猶太人，見他急忙起來出去，就跟着他，以為他要往墳墓那裏去哭。瑪利亞到了耶穌那裏，看見他，就俯伏在他腳前，說：主啊，你若早在這裏，我兄弟必不死。耶穌看見他哭，並看見與他同來的猶太人也哭，就心裏悲嘆，又甚憂愁，便說：你們把他安放在哪裏？他們回答說：請主來看。耶穌哭了。猶太人就說：你看他愛這人是何等懇切。其中有人說：他既然開了瞎子的眼睛，
豈不能叫這人不死嗎？耶穌又心裏悲嘆，來到墳墓前，那墳墓是個洞，有一塊石頭擋着。耶穌說：你們把石頭挪開。那死人的姊姊馬大對他說：主啊，他現在必是臭了，因為他死了已經4天了。耶穌說：我不是對你說過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見神的榮耀嗎？他們就把石頭挪開。耶穌舉目望天，說：父啊，我感謝你，因為你已經聽我，我也知道你常聽我。但我說這話，是為周圍站着的眾人，叫他們信是你差了我來。說了這話，就大聲呼叫說：拉撒路出來！那死人就出來了，手腳裹着布，臉上包着手巾。耶穌對他們說：解開，叫他走。那些來看瑪利亞的猶太人見了耶穌所做的事，就多有信他的，但其中也有去見法利賽人的，將耶穌所做的事告訴他們。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聚集公會，說：這人行好些神蹟，我們怎麼辦呢？若這樣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，羅馬人也要來奪我們的地土和我們的百姓。內中有一個人名叫該亞法，本年作大祭司，對他們說：你們不知道什麼，獨不想一個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國滅亡，就是你們的益處。他這話不是出於自己，是因他本年作大祭司，所以預言耶穌將要替這一國死，也不但替這一國死，並要將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歸一。從那日起，他們就商議要殺耶穌，所以耶穌不再顯然行在猶太人中間，就離開那裏，往靠近曠野的地方，到了一座城，名叫以法蓮，就在那裏和門徒同住。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，有許多人從鄉下上耶路撒冷去，要在節前潔淨自己。他們就尋找耶穌，站在殿裏彼此說：你們的意思如何？他不來過節嗎？那時祭司長和法利賽人早已吩咐說：若有人知道耶穌在哪裏，就要報名，好去拿他。經文讀畢。耶穌話：這病不至於死，乃是為神的榮耀。耶穌將苦難同神嘅榮耀連在一起。苦難可以叫人看見神嘅榮耀㗎。嗱，類似嘅觀點喺第9章亦都有出現過。當時門徒看見嗰個生來瞎眼嘅人，問耶穌話：是這人犯了罪，還是他的父母犯了罪？耶穌就回答：不是他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，乃是要顯出神的作為來。門徒將苦難同犯罪連在一起，但呢一個係一般人嘅觀點嚟嘅。不過耶穌呢，帶領門徒從更高嘅層面嚟到睇，苦難可以叫人經歷到神嘅作為，看見神嘅榮耀。關鍵喺邊度呢？耶穌對馬大咁講，佢話：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；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遠不死。你信這話嗎？原來關鍵係在於信心同埋信心嘅對象。主耶穌滿有憐憫，看見受苦嘅人身同感受。耶穌都滿有能力去大聲嘅呼叫話：拉撒路出來！咁樣拉撒路就出來啦。耶穌不但與受苦嘅人同在，佢更加嘅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，
擔當罪惡帶嚟嘅咒詛。佢睇十字架係得榮耀嘅時候，藉着苦難，佢成就咗神嘅旨意，就係拯救世人，亦都彰顯咗神嘅榮耀。請我同心嘅祈禱。神啊，雖然世上充滿苦難，但信靠你嘅並不喪膽。我哋只要高舉福音，叫人認識你嘅恩典同真理，得到生命，並且能夠得的更豐盛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今日讀經就到呢度，下次再見。